南天府自民国72年开始办理元宵约定的宴会，活动已经成为地方宗教传统。每一届举办，拢会邀请地方首长担任点灯官，为市政以及人民祈福。同时，为了让宴会更加精彩，庙方嘛有规划元宵约定卖、歌舞表演以及四重天降等活动，非常热烈趣味。咱一年一度的这个元宵佳节吼，咱的同款的，咱南天府这个举办吼，这个元宵呢，民国72年到至今啦吼。那么点灯祈福呢，已经25档啊吼，所以今年呢，游园同款，因为疫情过啊，咱今年同款要来点灯祈福，举办元宵食影、灯谜、歌笑表演等等艺文活动啦吼。咱南天府今年继续来主办这个元宵佳节的活动吼，欢迎咱府城乡亲做伙来吼。来参与到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吼，而且甲咱慎重邀请，做伙来食平安年，互大家平安大赚钱啦吼。南天府今年的元宵宴会将伫咧2月24暗时6点开始，现场除了有各项趣味活动，会当互信众参与。庙方更大手笔准备了摸彩奖品以及平安银等等。南天府欢迎四方的信众做伙来到台南过元宵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